台湾语文怪事，作者陈金花。现代社会注重多元智能，无论教育、经济、文化、各阶层，拢足超花个闹热滚滚，真符合联合国文化多样性宣言的主张。毋过，台湾怪事实在有够济。便若讲到多元语言，焦点却拢是英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、日语、越南语等等，完全排除在地母语。奇怪啦！台湾人哪会无理解母语是自信的基础？母语是财产，咱家己的母语财一定爱家己顾。阮为着办台语营，去交涉坐船参观的代志，因为是台语团体的活动，所以要求船顶解说员讲台语。柜台小姐所用真妖异的口气问讲：“恁是为倒位来的？哪会一定爱讲台语咧？即马敢毋是拢在讲国语啊？”阮船顶解说员是无法度全部用台语讲哦。后来，因的主管出来解释讲，因的导览员有多语言的能力，因会晓讲英语、日语，因的台语较袂练转呢。台湾导览员伫家己的土地顶外语后，就简单袂晓全程讲台语。奇怪啦，因哪会无知觉家己的语言会死伫家己的土地咧？有一摆来到庙时，参观在地掠鱼仔人提供的古早米。伫参观的时，看到拄仔内底文物件顶面所带怪汉字，迄字是脑海内敲碎袂着的迄款，拢读袂出来。伫此展示甲文化传承的意义，伫声音化作文字的过程中，甲传达的母语源头串转去啊！阮甲描述讲罗马字的重要，请因上好伫文物件顶面甲注罗马字。因随应讲有啊。阮有国际化的思考，阮的签诗拢有英文、日文版哦。奇怪啦，因哪会无理解展示用罗马字是世界通行的文字咧？几年前，阮伫三凤宫摆档吹插罗马字春联，有人兴趣是行我来，喙根啊话讲。哇，英语嘛会使写门联咯，足新鲜的呢。阮甲解释讲，这是台语白话字，毋是英语哦。因煞面色改变，滑头就走去啊。奇怪啦，因哪会无了解罗马字写台语已经100多年啊。即马有真侪人关心公平正义的议题，讲袂使轻视人的母语，建议人毋好叫客人啊，讲啊是轻视的意思，爱叫客人才对。基本上，我会支持尊重人这个看法。毋过，有人要坚持甲台语讲做闽南语。敢有尊重人？当咱用心计较，咧讲人权甲尊重的时，焦点拢是客语、原住民语，才会少数民族。台语人拢无人权甲尊重，煞实在人用荷兰人、闽南人才会轻视的名称，奇怪啦！因无了解，若用罗马字写台语、合法、台演、阿米斯，
安尼拢会相反。9月15，阮参观小拿大武龙的平埔夜祭，迄牵曲的声，甲我的心挽着咧。嘛看到有囡仔出现，欢喜传承有愿望。毋过台湾人代代传承的旋律，敢有照天理？平埔夜祭主持人讲向水，无讲向水，讲公谢，无讲公界。唉，实在真可惜啦！母语是族群的灵魂，台湾魂要哪会伫华语安定咧？奇怪啦！因哪会无了解语言是文化的媒体呢？